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啊，我同大家來分享宜蘭南澳嘅客家人哦。係咩東西有談到宜蘭有客家人？大家可能同家去宜蘭搞啊，去宜蘭度假啊。唔過，這片東西我就尋到有客家人咧，按樣嘅甚至到這片做生意啊，經營產業。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訪問啊。南澳仲有農作物，韓國有講到農產品咧，鹽田農產咧呀，前拓先生來分享，前拓老師分享。大家好，我是鹽田農產的前拓老師，很高興呢能夠來到這邊來分享我的農產品，謝謝。歡迎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哪個名誒，韓國哪個品牌？全部就知道有一種文青感，有文氣的感覺，而且還是老師。老師，你真的是那個老師嗎？你是 teacher 那個老師嗎？是，就我大概4到5年前，然後回到鄉下去開始創業。那我的前一份工作啊，是在學校教書。主要在我的畢業的母校輔仁大學。那你真的是老師？是的，是的。老師真都宜蘭要這樣收菜啊，可是來務農。是的。完全不像是港中人，因為一來就是一個懂師傅、懂演導的，一個欣賞丑到眼面頭前。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你的鹽田農產的品牌，韓國也得出產的農產品、農作物，來同大家來分享紹介一下。你有哪一道農產品？趕快跟大家來介紹一下。今天帶了非常豐富的東西。好的。那我的鹽田農產呢，主要有米生產的一些相關的加工品，比方說用米做的蛋卷哦，然後還有糙米餅，那以及呢用我們自己生產的米去做成的燒酎、蒸餾酒。哦，那當然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吃辣的關係，所以我們有做了辣油，對，花椒辣油。那生鮮蔬果也有像我們的鳳梨、木瓜、芭樂。那利用這些很好的農產品呢，我們就把它做成果乾，像芭樂乾啊、番茄果乾等等這些。好，實在是太衝擊了！我現在覺得老師就是非常有氣質的跟我介紹這些農產品，讓我感覺非常的不真實。身來佢都帶有氣家啲嘅中謀，我也很想知道。然後現在來問一下我們的老師，你氣家這種是剛好有講到一滴滴嘞啊，你頭擺黑滴啊，輔仁大學來當老師教授。是。對，那你為什麼會決定要返鄉呢？就是回去種這些東西來務農，就是感覺是跟你的形象很不一樣。是。大約4、5年前吧，就是因為我的父母親是務農的，那我們在宜蘭南澳這邊做了一陣子，那因為我自己感覺到就是說，家裡面爸媽年紀比較大了，那我很希望能夠回去幫忙家裡面的忙，因為我覺得這一項很好的工作需要有人去承接。那再來呢，也就是剛好我自己工作到了一個階段之後呢，我想要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新的東西哦，所以就大概在2019年左右，我就決定回鄉，然後創立自己的農產品品牌，這樣子。哇，所以爸爸媽媽這樣子，這個港中的時節，太可以種乜嘅東西？我們一開始是以稻米為主，那後來呢，我們有做一些蔬菜，那也有許多的水果等等，那目前就以這幾項為主。所以曾經是大學老師、大學教授的身份，就把你繼續用亞在欣賞，不對，老師沿用這個老師這個名字，但是其實那個老師不是我們說的這個老師。你特別用了一個諧音，對不對？是因為我本身是獅子座的關係啦，那過去也曾經教書，所以大家就開玩笑幫我取了一個綽號叫老師，那我就用了，就用了這個外號。哦，獅子座，難怪長得這麼帥，因為我也是獅子座的，長得這麼美。去甲講，好啦，所以老師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佢離開嘅做欣賞嘅一隻工作，啊，佢聽我做到宜蘭一隻素材來講中，因為宜蘭對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來講，可能會知道真的是感覺那裡非常少的客家人。那你去甲係幾片嘅客家人，也給客家的身份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的。那因为我的母亲她本身是屏东内埔那边的客家人，那她很早就来到台北来工作了。对，那所以呢，就等于说，到了宜兰这边，那工作退休之后呢，选择在这边务农。那所以呢，本身我有一半是屏东那边的客家人，那现在在宜兰这里。不过都亚哈你含糖颜色客家话，我讲嘅係苗栗嘅西烟，然后你糖颜色。可以听得懂，但是因为很少使用，所以讲就比较不太行。对，几件动腔诶，嗰种宜兰还係有客家人的哦。对，汉拜去宜兰就做去启蒙的我们的老师，对不对？对。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你种嘅东西非常多种，甚至我头前还有看到一个凤梨，因为对人嘅印象当中，一下鳳梨應該講係太出嘅時節，萬難也就看得到有當道嘅鳳梨。不過印象當中嘅鳳梨嘅產地都係喺台灣嘅南部，當時有談到喺北部甚至宜蘭呀種東北部嘅所在會出產鳳梨。其實宜蘭是可以出產這麼漂亮的鳳梨嗎？我吃到亞鳳梨上到東後，韓國用東江跟同 Andy 那會看到南部出產的鳳梨，看起來是差不多的耶。是，那因為我們宜蘭比較氣溫比較低。那所以它的產季會稍微往後一些些。那我們南澳那邊的特色就是它地方雖然小，那但是氣候都蠻宜人的，所以也出產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農作物。那所以其實只要細心的去照顧它，多少都可以把它照顧得還蠻漂亮的。所以很多種類我們都有一些。那今天帶來的這一顆是金鑽鳳梨。金鑽鳳梨，對，金鑽鳳梨。因為呀，真嘅係東台北，就台灣，就感覺想到金鑽鳳梨，就是想到南部出產的品種，但是沒想到，其實喺宜蘭每週的種都東後，而且也不止你在種嘛，你剛剛講的是，其實宜蘭南歐亞的手菜，很多人都有在種這些水果。对，其实我们市面上能够见到的许多生鲜蔬果类的话，我们那边都有。那只是它的产量可能没有那么大，那所以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名这样子。不是不一定有名，是或许产量根本没有多到可以卖到其他的城市，你知道吗？有可能你来这片自己的需求都已经都有点来不及供应了，更何况要再供应到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了解到一类手菜农产应该真给去到这片，要真的去到南澳，你才有机会可以吃到南澳出产的像金鑽鳳梨呀、暗豆嘅東西。古松改妹說了問一下老師自己回鄉開始經營這個農業的時候，因為你們轉去差不多有4年的時間呢，你嗰陣時轉到務卡。頭擺很些時間應該沒有太接觸務農這一塊吧？小時候。對，過去其實因為務農是很專業的項目，就過去其實很少有機會去接觸到實際的工作內容。對，那我剛開始回去第一年，因為我們家主要是以種稻米為主，那所以回去第一年，我首先面臨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米。那但是呢，因為現在吃米的人少了，那外食的幾率偏高，那所以很多很好的米就放在那個地方，沒有辦法賣出去，我覺得很可惜。所以當時我做的第一個嘗試啊，就是把我們的很好的宜蘭米呢，那把它做成我的燒酒。對，做成燒酒，就係酒嘅部分。然後，但是這個酒很特別 ，and then 它會再跟同泰搞來分享。除了做酒之外，我看到好像也有那邊有米餅之類的產品。是的，就米餅，然後還有用米做的蛋卷。那像這樣子的米餅，你是不是還特別在口味上面有一點設定，就是有做無糖跟有糖的差別？有的。那目前其實主要我們做的就是完全無糖無添加的。對。那我們的米餅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做到不用加糖，不用加鹽，那甚至也不需要去加其他的東西把它粘合在一起。那跟市面上一般的爆米香比較不一樣。因為那邊買嘅爆米長期係用嘅糖，然後佢黏咗一塊一塊。好好吃哦！我剛剛一身那個米的香味，懂清楚就當然嘴底度整個蔓延開來哎，而且是感覺有個超香的這種蜜腸的米絲，但是它卻沒有那種人工的甜，它沒有在加工的甜，就是以本身那個你看米還掉下來，就是它米本身的清甜味。對，這樣子的口感應該很受歡迎吧？
对，就因为我们家的东西就稍微比较清淡健康一些，所以蛮多家长会选择给小朋友来吃啊，或者是长辈会喜欢这样子。哇，古时候唔看哦呀，太好嘅教书整豆腐卡来讲中，就話有冇看嘅想法，搞到切卡布卡嘅三日度紅，還有等等內容，一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語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家嘅外表真係完全冇像係農民，因為佢真係上到當演導，唔過又當遊戲者，唔過佢其實轉到宜蘭南澳亞嘅所在，開始來耕種，來傳承烏卡嘅田地呀的，韓國開發新嘅農產，真係都冇見人，就係呢錢拓老師，歡迎老師轉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老師剛剛有同大家分享到，你種豆腐卡第一張讀到的困難就是要消化家裡非常多的這些很優質的米，因為有時是可能洗球冇按到啊，就剩非常多的米，所以你就想辦法把它做成一些像是零嘴類的東西，然後而且還調整了它的口味，不給它完全冇加桶，甚至還可以做成這樣子一塊的米餅。這個愛頭白。好像應該是沒有吃過，沒有加糖還可以粘在一起的，這是你們去討論的這個技術嗎？它是用模具，就一般我們的蹦逼湯也是一樣用高溫高壓，那我們是用這樣子，對，我們是用模具去壓的，所以可以做到說沒有糖，然後無添加，它就可以成型變成一塊，這樣子，讓它很單純。因為米，台灣嘅米本來就是拼着濃厚，故此我們用很天然的方式，很簡單的加工，去老給做出來按用嘅米餅，唔但像按呢，還做得拿來做蛋卷。但是我印象蛋卷有加米的材料嗎？好像印象中傳統的蛋卷是冇加米嘅哦。對，一般的蛋卷是用麵粉，那但是因為我們家有米的關係，所以我們就想辦法用米去當做原料。那剛好米是無麩質的，所以也很適合就是可能腸胃比較敏感的朋友啊，然後吃起來對比較不會麩質過敏。那因為口感也蠻清爽的，所以吃起來也不會太多的負擔。所以就開發出呀米餅跟米蛋卷。這兩種米相關的零食，對不對？那接下來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酒嘅部分呢。而且這個酒啊有兩款的名字都很詩意。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好的。那因為剛才有提到，首先回家第一件事情是要消化米，那我就選擇用我們的很好的玉香米來把它做成蒸餾酒。那目前的話有兩款，一款是龜園，然後一款是蝶夢。那龜園本身的話是用陶淵明的龜園田居做一個典故，它是25度的。有花香氣的感覺。是。那蝶夢的話呢，就是用莊周夢蝶，哈，也是一樣很文學的典故。超級文縐縐的酒啊。是。那這一支就比較烈一點，對，就是讓帶給大家夢境的感覺。那它本身的香味比較甜一些些，也還蠻不錯的，很順口。對，那這兩種酒都是燒酎的品種，對不對？是，它都是蒸餾的。那燒酎因為台灣，這也係日本飲食的酒嘛。對不對？台灣人對於燒酎這個酒可能不是很了解，老師同大家紹介一下。好的。那其實燒酎本身它就是蒸餾酒的意思。那我會選擇做25度，是因為大部分25度是燒酎的標準的度數。那但是呢，我們國人又很喜歡喝大概40度的烈酒。那所以我也做了一款。高粱嘛。是。很愛喝高粱。對，或者是像威士忌、白蘭地那樣子的度數。所以我就做了一款40度的，給客人們不同的選擇。我剛剛裡面25度的這個酒，25度是龜園，對不對？是的，是的。有一種甜甜的感覺，因為幹不夠25度，應該算是有點烈了。而且蒸餾酒感覺它甜度不會這麼高，但是按用 C K 了，我是覺得它帶有很香的甜味，然後還有一點點說不出來是什麼的植物的味道。
它有一点像兰花或者是百合花那样的花香的气息，对，喝下去非常舒服，味道非常好。就是感觉就看到跟陶渊明这个甜度、汹涌昆斗给景象，有蝴蝶在飞啊，这种感觉是这样吗？想要给大家这种感觉？是的，就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老师也蛮喜欢喝酒的，对不对？一点点。那但是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不可能应该冇想到，头摆按用给三亚务农这件事情，种米这件事情可以延伸成做酒。头摆应该完全冇想过吧？爸爸妈妈那个时代。是的，因为我们务农的人比较直接，我们可能以产物为主，那比较不会去思考到后续的加工或是保存的问题。那当然，因为我们本身的米品质也不错，那所以家里面的人会认为说，很好的米应该直接给消费者煮成香香的饭。对。那我回去之后才开始思考说，做酒它的保存跟延伸价值的问题。但是 Q 用案后跟凭证你又会搞混，当然不是自己酿酒嘛，这样就太厉害了，有没有？又会教书，还会种田，还会做酒，太厉害了。所以你们是跟福圈的音色给这个酿酒厂 Q 哈来合作，这个在找寻这样子的合作伙伴，有嘛该故事呀，会讲要有什么技巧吗？因为我当初我希望的是能够把所有的产品都放在宜兰这一个区域去打造它。你有刻意想要做这件事情，不想要离开，不想要让产品离开宜兰。对。然后我们宜兰有很多很棒的在地的产业。那像因为做酒本身它是一个专业的领域，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那所以呢，后来在一个机会找到我们在三星的在地的酒厂，那他们也很乐意来帮我们农民来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那所以就做了我们的蒸馏酒这样子。就这样子找到了一间也是 Q 用的宜兰要的素材，就等于讲大家产品对原料开始都制作工厂。轻量就想要流动宜兰，让它变成是一个宜兰自己的产业，对不对？对，没错，特色的产品。按用个想法真运动后，唔但像按呢，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好像一样的产业可能会互相按用竞争。不过老师其实都唔会按呢，其实都是同其他 Q 用三样边农民一起做合作。其实你会收购其他农友的农产品，对不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南澳那边地方比较小，那很多东西它的产量没有那么的稳定。那传统的农民啊，我们在生产、在市场销售的时候，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同质性太高，所以会竞争。那我会认为说，与其如此，不如打造一个好的农产品品牌，或者是跟更多的同样有理想的农民一起合作，然后这样子会给予我们的农产品更高的价值。对，所以过程当中我也会跟我们其他认识的朋友啊，一起来合作这一些产品，这样子。给按勇，因为你算他应该是回去里面比较年轻的。对，相对来说是。对，但是你知道，在头摆这个种田嘅，也有可能系长辈啊，也有师太人啊，也有会同伊按勇合作，这样会不会有一些要磨合的过程？一定会，因为首先包括说，像我回家，首先跟父母亲的想法就会比较不太一样。先过父母那关。对，没错。有经过很大的风波跟讨论吗？对，因为身边跟我差不多类型的返乡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首先呢就会遇到家里面去讨论这个产业接班的问题。对，那我当然会希望就是说，除了帮忙家里面之外，也能做出自己有一些特色的东西，这样子或许呢能够也达到一个很好的目标。所以先家里这边先讨论了一波之后，然后再去找其他农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其他农民会懂雄心你也有这样年医老家跟农产品交给你。我觉得就是有共识，比方说，如果我们合作啊，能够带来更好的机会，或甚至更简单一点，能够促进我们产品的稳定销量，我想其实大家都很乐意会去合作。而且你也很想把产业留在宜兰，对不对？你的这些加工厂都在宜兰。哇，真嘅呢，按用就有机会做在发展出宜兰的特色的产品啊，人家看到的、糖到的、湿到的，全部就係
米嘅内列，全部都是跟米相关的。啊，唔过其实那老师其实没有懂到其他嘅农产品，而同大家来分享。它光是这个果干类、蔬菜干类的品种跟量吼，我都觉得很惊人呢。你除了有这些我们常见的水果干，你还有一些很少见的蔬菜干。我看到什么蒜头、洋葱都有。对，我们蒜头、洋葱，然后秋葵、四季豆等等，就能够试着去做一些延伸加工的，我们都把它去尝试。就做出一些产品这样。听说你们的番茄干是非常受好评的番茄干。是的，它口感很好，然后味道也很香甜，那吃起来软硬适中，还不错。蛮多朋友喜欢的。真的，因为是些酸摇跟米头啊，不过它不是那种极甜的口感。大家会觉得果干可能会懂甜，啊，不过它的酸味很明显。好好吃哦！对，就因为我们做比较偏向水果原型的果干类，那跟一般外面的蜜饯比较不太一样，所以牺牲了一点甜味，但是希望能够尝到更多的水果的本身的香气。应该考虑改它的名字，应该也要给它什么蝶梦啊、龟园系列的名字，有没有？老师想一下。对，广告时间让你想一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到这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老师嘅故事哦。好，分享大家有賺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宜蘭南澳一個前頭先生吼，這個老師，佢想愛打造一個宜蘭對頭到尾都係宜蘭出、宜蘭種、宜蘭生產的一樣嘅東西，包含有加到不卡種嘅米，還有其他嘅農產品，甚至還有做呀酒啊、米餅啊、米蛋卷呀的，全部就會同大家來分享呀宜蘭清好嘅一樣嘅農產品。剛剛節目當中咩講嘅當道、說嘅當道，唔單槍案嘅，接下來還有其他嘅品種嘅東西，要同大家來分享呀。就係呀，阿 Q 們嘅清好嘅辣油。辣椒油，然後是老師自己炒的，是不是？是沒錯。好厲害哦，你還會炒辣椒醬。然後聽說這個辣椒醬讓你回想到之前在研究這個做學術的時候，覺得對自己的學習跟研究有一些實踐，對不對？對，沒錯。那主要其實一開始是我自己喜歡吃辣，那剛好我們家有辣椒，就是朝天椒、魔鬼椒。那其實過去我在學校裡面呢，很喜歡研究飲食文化的題材，那所以呢就因為這些原因，我就試着去做了自己喜歡吃的辣椒油。你本來就是很會煮菜的人嗎？稍微會，你客氣了，應該是很厲害啊，才可以做出來那麼厲害的這個手工辣椒油，還夠低度有非常多嘅東西。大紅袍其實我一直對它有一點困惑，到底大紅袍是什麼？大紅袍是紅花椒裡面的一個頂級的品種，就它香氣特別的好。對，那裡面呢，除了大紅袍之外，我還另外加了很多的辛香料。包括說像孜然啊、八角、月桂、蔥薑蒜等等，那等於是把很多好吃的東西都放在裡面濃縮了。我聞到開始流口水，好香哦！啊，不過因為我自己有啲嘅煮飯，我在炒那個有時候在爆香的時候，就會高溫爆辣椒，然後那個煙按用出上來嘅時間啦，就會更大下去。那老師，你這個炒呀辣椒油的時間，不就要戴防毒面罩炒嗎？其實是不會，因為一般呢，廚房會有油煙，是因為油溫太高了，到了那個發煙點，它才會冒煙。那所以其實我們只要把油溫控制好，讓這一個辣椒呢，把它味道釋放得很徹底，我們其實是不會冒煙的。原來係暗呢，我想說就是那個一邊流淚一邊流鼻涕的老師這樣子，剛剛腦袋偷想那個畫面。好，故事唔單槍有米的產品、果子的產品，還有辣椒油，都按用大家已經吃到老師種的東西已經當多年的寵物啊，啊唔過唔單槍按呢，人家順風啊，也哈人家旁地度啊，沒有看到一條。
这个赏心悦目的一些植栽，也没黑老师种的。老师啊，你已经很忙了，你会做懂的事情，还会请那个加工厂、酿酒厂合作，你还要花时间来种观赏植物，比如说旁边的龟背芋。是。因为其实我们说吃到好吃的东西是很疗愈的事情啦。那我希望就是说，从观赏的角度也可以做到说让大家都感受到心灵的疗愈。所以这几年呢，开始种一些植栽跟欣赏用的植物这样子。哦，那有龟背芋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有松柏类的，然后呢也有其他的像香草类的，我们也有种一些。松柏类，你知道我才刚。有一盆松柏即将要濒死状态，就是我爱想要种东西，不过爱真嘅没办法去把老给种好，这个很难呢。所以老师你自己应该也是懂有兴趣，将有办法种案都韩国有老给种好吧？其实植物呢，就是它也是有生命，你只要每天去看它、观察它，都可以发现它的状况。比如说浇水的状态啊，或者是它的养分够不够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用经验去归纳一些方法。好吧，我没有天分，也没有经验，所以我的松树被我重视啊。不过为了要解救大家，希望大家嘅龟背芋啊，也可以讲松树不要重视。今日嘅福气偏理点，就要来问欣赏。如果大家想要地府卡想要来种龟背芋的话。生了恩用版中，因为其实这应该算是最近很流行的网美植物吧？对，没错。就是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都很多人家里都会用一盆，对不对？对，没错。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照顾得很好呢？好，那首先呢，龟背芋就是它浇水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到它的土，就我们等土干了之后再浇水。哦。那再来呢，就是它是半日照的植物，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带它在阳台啊、窗台旁边晒晒太阳。那我有问题，我家是西晒的太阳，这样要怎么晒比较好呢？其实也可以，就是每天固定要让它晒到一些太阳，不要直晒，其实都可以。不要在最直晒的时候拿出去。对，没错。哦。那叶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定期去擦拭它，它就会变得比较亮。吹气哦，还要帮它洗澡就对了，不是只是要给它浇水。难怪你看丁亚亮旁地路看起来，这个叶子整个超亮，像打蜡一样哎。对，就是这是它的特性。哦。然后它的新的叶子会在这个节点的部分啊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它的生长的过程。今年还有个问题哦，因为像阿布卡有香苗诶。有的人就会讲，有的植物啦，可能对每位来讲是有毒的，是真的不行吗？我就很想要在家里也摆一盆美美的龟背芋这样子。主要是看家里面的猫它会不会去咬植物，因为很多朋友家里面的猫可能会去咬植物，那很多植物对于猫本身来说是比较敏感的。那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呢，建议可以养在窗台或者是阳台的外面，就尽量不要让小动物去碰到它这样子。哇，谢谢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酸老恩用版中龟背芋。用大家有好不会忙？记得咯，汉版雅布卡就做一种唔会细体的龟背芋，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买很多，也死很多盆了，所以大家要好好来练习，好不好？要学老师一样，观察植物，每天要观察它的变化，要试图了解植物的心境，按种差不多就会想到后。对，那上来了就会想要模拟他欣赏啊，你去甲头摆地给做大学的教授啊，他还有种都不卡，可能是港中。其实应该生发係完全冇共用嘅，對於生發環境就低，台北到宜蘭、南澳呀那所在，這些年韓國有按用按到冇共用嘅經歷，你自家嘅心情有冇嘅冇共用？其實我前一份工作跟現在我所做的事情，整個環境是差蠻多的。那但是因為本身我喜歡親近大自然，那在市集上或者是在人跟人的接觸上面呢，也會遇到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你還有去市集哦？對，我們平常會在市集展售。哇，所以從那個講課給學生聽，到講農產品給客人聽。
对，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可以把过去所学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想法用在我自己的产品上面，我觉得蛮开心的。那甚至有时候在市集上面会遇到以前的学生跟老师们，他们看到我也觉得说，哎，你好像变得比较活泼有元气了。对，我也觉得蛮开心。对，所以是你自己有这样觉得吗？你觉得在乡下的生活比较快乐？对，那跟之前的工作，其实之前也蛮快乐的，但是它的性质比较不一样。那大自然，尤其是宜兰，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比较空旷，然后带有一些轻松的感觉。对。应该有不会知道，因为你很懂 health 上，又不会想念就是市区很便利的生活啊，我看天阳就看天阳啊，我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就去买东西呀，那种感觉。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趁着周末到市集的空档，然后顺便去走一走，就当做来台北晃一晃了。对，就当做来逛一逛。所以，黑讲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买到人家的燕田农产的东西，有可能在那一片州在堵到你，也是讲用版来请买呀的东西。我们一般市集展售啊，有在像新店 IKEA 或者是在新北投车站那边，我们都有固定做一些展售。那当然网络上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燕田的农产品。古时候太敢听说，金门业宿舍的这个我们的老师吼，钱拓老师也改个本名哦，他有模样哈，还是一样非常文气。但是老师，你是不是可以以你自己青年返乡的这个经验，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分享？这个青年返乡，你可能要遇到哪一些，可能会遇到哪一些困难？你可能要有哪一些心理准备？好。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的知识要去吸收跟应用。那不管是返乡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行业也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于自己的方向要带有热情，然后去确定找寻你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就会过得很快乐。谢谢老师，我们下课。刚刚突然觉得老师有种在上课的感觉，有没有？好，我懂了，我知道了。是。那古时候你看欣赏尤其头摆做欣赏的经历，青年老已经用到七家亚哈嘅成法，就係港中嘅部分，韓國又再個發揮佢七家嘅專業，簽到東道嘅資源，又想愛老亞產品流到宜蘭，盡量發展宜蘭七家特色嘅商品。古時候阿 Q 莫也正經懂 P4N 的老師哦，沈夢老師今天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謝謝。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謝謝。咩沈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聽欣賞嚟做運動哦。節目好看無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